根據食物及藥物成分組合及標籤規例，任何人出售預先包裝食物嘅時候都需要列出成分表。不過有零售商就冇咁樣做。我哋去咗一間產品冇貼上成分表嘅糖果店問過，店鋪負責人就指標籤未送到，要過幾日先至有。嗰個標籤篇我暫時冇咗，暫時冇咗。係因為佢未黐落嚟，佢淨係送嗰啲貨過嚟，可能要過多幾日先有翻個呢喎。我哋3日之後再去過嗰間鋪頭，但係仍然有部分食品未有貼上標籤。市民又會唔會買呢一啲產品呢？應該唔會啦，即係佢任何嘅標籤都冇啦，佢連佢嘅出產地都冇啦，任何牌子都冇，我完全唔知道係即係邊度嚟嘅，邊間廠商生產，所以我會擔心佢嘅安全性嘅問題。係感覺好唔安全，咩都唔知，我又唔知佢係咩食物啦，又或者幾時過期啦，又或者用咗啲咩去整。香港食品專業協會主席文嘉敏認為，零售商冇為食品貼標籤係因為缺乏相關知識。佢哋缺乏呢個知識，唔知道法例上咁樣規管。佢可能自己呢，即係可能經過上網啊，或者自己帶翻嚟小批量嘅啫，所以佢都忽略咗呢個方面。佢哋呢，可能未必知道嗰個重要性，就係萬一呢，有啲咩食品嘅事故呢，我可以追溯得翻。文嘉敏建議政府多啲教育業界，等佢哋知道成分標籤嘅重要性。食物安全中心就回應指，截至今年10月31日為止，就食物標籤唔符合規定嘅食品，一共提出過35宗嘅檢控。佢哋會繼續透過唔同嘅渠道，等業界注意相關法例要求。廣播新聞網記者何贊苗報導。